你带上。是魏总着急了吗？唐总，他什么时候回来呢？啊，我马上过去。唐总，您再好好考虑考虑。大家干得好好的，也挺辛苦，您干嘛呀撤资啊？问他。咱们俩能私下说吗？我跟你没什么话好聊的。米姬啊，就算你生我的气，可你想过没有？这家公司你也付出了许多心血，没必要因为我来放弃它。我自己的钱，想怎么样花，就怎么样花，不需要你来教我。于公于私，我都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好好跟你解释一下。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了，林逸轩。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一个寻花问柳的混蛋，谁知道你那么喜欢演戏啊？喜欢演戏是吧？那回家对着你那个未成年的少女去演吧。你真让我恶心。林总，再求求唐总吧，都是自己人，何必呢？